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即將會舉行，大家電視機熒光幕會見到一部六合彩嘅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我哋即刻開始第120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攪出嚟嘅號碼係37號 ，First draw number is 37。第二個攪出嚟嘅號碼28號 ，Second draw number is 28。第三個攪出嚟嘅號碼20號 ，Third draw number is 20。第四個攪出嚟嘅號碼40號 ，Fourth draw number is 40。第五個攪出嚟嘅號碼38號 ，Fifth draw number is 38。第六個攪出嚟嘅號碼18號 ，Sixth draw number is 18。最後一個攪出嚟嘅特別號碼41號 ，The draw number is 41。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已經順利攪出，但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係18號、20號、28號、37號、38號、40號，而特別號碼係41號㗎。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嘅六合彩結果，又或者投2、3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瀏覽馬會六合彩嘅網頁。好啦，節目時間到呢度差唔多。